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动嘟，台语安尼写动嘟，摩擦、出差错，拄着代志有所言迟，也就是拄着状况互耽误，台语讲动嘟。因两人本来是好朋友，尾也发生动嘟，即摆拢无咧讲话。活动小可有动嘟，无法度照计划来进行。歹势，半路有动嘟，袂赴去找你泡茶。你还真少年，人生还真长，唔通因为一寡动嘟就来失志。伊无简单，虽然创业的一路上拄着济动嘟，也是甲事业做甲真成功。花台对照书典讲，华语的剑拔弩张，台语会当安尼讲，强要去动嘟。双方咧讲和解，拢打真的，强要去动嘟。两派的人马，强要去动嘟，也是赶紧报警较妥当。动嘟的动，动破，动球，动球经。伊甲四大人讲，要去学校读册，煞走去动球经动球，当场互老师掌着，动破家规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动嘟，实在真趣味。